同样所看下家去看20年，那20个影星是一位非常有才情的演员，佢不但做演员，还做编剧，作为青岛客家戏剧精彩的戏剧，今日我谈看呐，佢哋也是行业，很容易做出成绩来的。他哋冇事啦，你的婚姻假，婚姻假，中途嘅婚姻假，請會想辦法賺到錢轉來啊！我也專門冇輸贏。不過你就唔是食過苦的人，我還是會少誒。寒夜序曲，我就是傻傻的、那是我第一部戏耶。对，它是我的第一部戏，然后我记得是郑文堂导演。那其实就是这部戏让我觉得拍戏真好玩，因为它上山下海，然后我也没什么戏，我就是天天被画得黑黑的。寒夜序曲就是第一个让我觉得，哦，拍戏这么有趣，然后同时可能因为也是客家话的关系。唔是少，我仲係學啊，出外甲本用會開時，我就打算好嘞，唔是少。我都去嘞，誰的喂？都去嘞，誰的喂哦？客语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一种乡愁吧，就是跟你的家是家的感觉，所以这两个结在一起，所以演戏就好像是我回到了一个我很熟悉、我很有安全感的地方。喂，高董，我是 Christine。哎，高董，跟你 check 一下，今天晚上有什么时间可以碰面吗？啊，好，待会。交错其实就是一个很强势的都会女性，然后你以为她她到一个乡下，她要去解决一件事情，然后她万般不愿意，因为她在都市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但你就发现，就是同一个时空里面有另外一个小女孩，在这个也许是城郊，也不算真正的乡下的同一个晚上里面，这两个女人，一个女人跟一个小女生，在好像一直不断的错过，在寻找一个东西。老板，你面包都今天做的吗？你担心就不要买啊。后来你才会赫然发现，就是其实他们这个女人其实找的是她自己的，就是她一直不想要再回到她的幼时这个长大的地方，对她来说就是她想要逃离的地方。但这个晚上，她在这里面，她必须要找到她自己。所以其实那个小女生一直不断跟她交错的，就是她小时候的自己。这片因为无买边啊。爸爸條拜家家，但嗌累，老鐘嘅爸買鐘嘅，嗌當兄弟。
好像的。妈妈讲，爸爸今天超威震的。唔三唔四，就照睇緊你，都蠻好定嘅。你關心嗎？有費事你嗎？我會將會上心啲啦。有时候我自己回杨梅，我会有这种感觉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就是在小镇长大的嘛，然后你后来就到可能很小就到台北发展，后来台北念书，那你回去的机会可能也不多，然后每一次回去都会有一种这里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慢慢的你越长越大，你才会赫然发现说，其实那个他为你保留了很多，他的不变，其实为你保留了很多很珍贵的，你在城市里面找不到的你自己，这样。是谁啊？是谁啊？谁呀？从小其实阿公阿婆长为老奶公哈发，其实我爸妈也都是比较年轻，所以我们那一辈就是从小时候教育就一直讲华语，到台北来念书，其实也都没有人会继续跟你讲客语，直到我当演员，我演客家戏，我才有机会再讲客家话。演员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有时候是你自己要挑战，有时候是别人推着你，或者是别人鼓励你说你做得到。那在这个过程里，你就慢慢的开拓了你自己的可能性。